就座。請我哋嘅第一場嘅台裁，台灣代表隊嘅國際裁判陳宇光師傅出場。有請第一場嘅黑方中國體術會吳家俊，同埋南方嘅南區美春會黃文泰運動員出場。我哋打嘅係國際賽例，3盤兩勝。紅方2分。你玩，入多啲，睇咗啲唔使跟。要停下。黑方記住啊，嗌停要停下。頭先係紅方跌倒地，所以咧黑方得2分。有大高。紅方下台。你玩啲，行翻中間。入去，斬佢隻腳，斬佢隻腳。保護我哋唔好睇啊！你保護啲人啊嘛，你叫佢睇。分開啦，行開冇得打入啲。企穩。睇準呢一拳啊！佢呢拳冇力㗎，手擺高。跳入去，一下。嗱，我哋糾纏2秒無效咧，要停㗎啦。呢個係國際賽啦。水啲啊！嗱，今次嘅比賽咧，我哋唔會打先後倒地嘅，所以咧我哋只係會判咧係倒地嘅啫。手擺高密啲入去。我再提大家，黑方嘅係中國體術會嘅吳家俊，紅方係南區詠春團會嘅黃文泰。好入，按住睇啦，你穩啲得㗎啦，冇力㗎啲你，冷住先，冷住，你穩得㗎啦，唔好同佢鬥力。吞住嚟打，吞住嚟打，唔太吞住嚟打，吞住嚟打，吞住嚟打，你穩啲，唔使驚，吞住嚟打，吞住啊，吞住唔得啦，好唔好？我中啲唔得啦，好唔好？文泰吞住打，吞住。高啲，繼續。唔好同佢搏，唔好同佢頂力，唔好同佢頂力，放鬆，放心，入去，冇氣啦佢冇氣啦，搏埋啦，繼續入去。入去啦！冇氣㗎佢，繼續休息。好，請裁判員休息。我哋係休息1分鐘時間嘅，請大家準備。請裁判員準備試分。請裁判員試分。1號裁判黑方勝，2號裁判黑方勝，3號裁判黑方勝，4號裁判黑方勝，5號裁判黑方勝。第一場嘅比賽係黑方勝。我哋係休息1分鐘嘅。黃家。keep 住 keep 住，冇事啊 keep 住啊，你唔使驚佢痛。冇望我哋，望咗手，入去，入多幾拳，入手，望準啲啊！嗰啲腳冇力啊！快啲，攞住先，嗱唔得好頂力，啲下唔得好頂力。望住手，入多幾拳入去，係啦，你穩。
企穩，唔可以鎖頸啊！繼續入，入去啊！係啦嗱，望咗啲，係啊，你追翻，追翻，係啦，繼續啊！係啦，係捉住，捉住。睇住佢，睇住佢，搏埋佢，搏埋佢，去埋佢，放埋啊！放埋啊！係。搞一陣先，係。你翻頭乜嘢？佢冇氣啦，嗱，佢冇氣，睇啦，佢晒佢，快啲去啦，佢啦，睇啦佢，去啦，唔使驚啦，企穩，企穩，企穩，去，冇事，繼續，落埋佢，嗱，我哋只係判係倒地，冇先後倒地啊！跪頭佢，跪頭佢，去埋，去埋佢，去埋佢，唔使咩？唔好望，追住佢打佢，入去，企穩，哎入去，係，冇氣啊！佢冇氣啦，企啦，企啊，佢埋佢，打佢，打佢，有骨，打多啲，係啦，有㗎，追下三幾啊時間，咁兩條搞埋，追入去，打咗佢，入去，繼續，入去，放開佢，打咗佢，追佢。好，第二場結。好，請示分，一號裁判黑方勝，二號裁判黑方勝，三號裁判黑方勝，四號裁判黑方勝，五號裁判紅方勝。嗱，請裁判員一致啊，佢邊就要舉。呢個黑方城，第二個比賽，第一場比賽，第二個係黑方勝，中華體育會嘅吳家俊係勝出嘅。咁我哋有請我哋今日嗰個位會長係為我哋頒發。好，黑方勝。好，請我哋冠軍杯同埋。好，請運動員唔好行開啦。黑方運動員請你接受冠軍杯。好，我哋請我哋會長，亦都請紅方運動員準備接受我哋嘅優勝杯。好，請影相。請第二場嘅準備。好，黑方係台灣嘅游輝平，紅方係麗館嘅卓偉樂。請。玩到啊！紅方進攻攻擊。停！嗱，唔好糾纏啦，要停啦。而家打比賽嘅係中華台北代表隊嘅游輝平對香港麗館嘅卓偉亮。上！有請第三隊嘅時代體育協會準備，陳權樂。
1號裁判同方城黑方城，2號裁判黑方城，3號裁判黑方城，4號裁判黑方城，5號裁判黑方城。第一場比賽。第二場比賽係一個黑方城。黑方城。請第三場比賽嘅準備，第三場啊係姜波星添嘅蘇海傑對時代體育協會嘅陳權樂。上台請馬德全師傅，台上裁判係馬德全師傅。請雙方運動員進場。紅方係卓偉樂、卓麗管，台灣嘅係游輝平。唔好糾纏啦，要停下，因為受傷啦會。3分。好。好，这款，我这款，让他进来。唔可以鎖頸啊！鎖頸係犯規㗎。下来！我比打刚才对，哎，好，好进，让他先做，下来3步，这真的，哎。2號裁判黑方城，3號裁判黑方城，4號裁判黑方城，5號裁判黑方城。呢一場嘅比賽係黑方城。因為兩個比賽都係黑方，台灣中華台北嘅代表游輝平係冠軍嘅。咁我哋請雙方運動員出嚟，我哋請我哋香港台灣嘅會長頒發紀念杯，感謝兩位嘅運動員先等等啊！我哋判咗先。第二場比賽係中華台北游輝平勝。會長頒發冠軍杯，唔好行開，我哋接住即刻頒發俾你㗎。香港嘅代表，香港代表卓偉樂，請你出嚟接受你。除咗頭盔啊，可以嗰個樣啊。除咗頭盔啊。唔該晒，我哋有請。唔好行開啊！請香港嘅代表卓偉樂，跟住兩位運動員一齊影相啊！得，請出嚟啊！請接受我哋嘅優勝杯。好，請鼓掌。我哋嘅運動員咧，其實係香港散打，其實係起步得好慢㗎，唔係水準咧都係比較偏低。我希望大家多啲打啊！好，請兩位運動員一齊影相，唔好行開一齊影相啊嘛！請我哋嘅今次嘅冠軍同埋優勝嘅運動員一齊影相。接住第三隊嘅請時代嘅陳權樂同埋蘇海傑準備。好，請雙方運動員進場，紅方黑方運動員進場，上台。紅方黑方運動員上台。別嚟，面對面別嚟。雙方運動員面對面俾嚟，牙膠得啦，OK， 牙膠得啦，即係牙膠得啦，牙膠 ，OK， 得，準備。即將第一局嘅比賽即將開始。
第一個。準備，開始。因為我哋講都係先後倒地係唔判嘅，所以我哋打有效分咧就一定係倒地單方倒地。開始。開始。紅光。停！下家跌咗。教練，下家嚟㗎。好，開始。開始。紅光。開始。放開，休息，雙方同意休息。一號裁判偷方式，二號裁判偷方式，三號裁判偷方式，四號裁判偷方式，五號裁判偷方式。第三場第一個就係黑方式。黑方式。請第四場嘅台灣代表林哲宇同埋中國體育會嘅陳浩軒準備。第二個。準備，可以。第二個，準備，開始。好。警告！紅方運動員警告，扣兩分。距離啊！開始。攬啊！安全距離啊！法庭警告紅方佢哋轉身，消極。警告。你轉身啊！你背對對方啊！開始。膽啊！你啲膝咧，捉腳啊！捉腳！我哋休息。一號裁判偷方式，二號裁判偷方式，三號裁判偷方式，四號裁判偷方式，五號裁判偷方式。第二場比賽嘅結果係。第三場嘅比賽，因為黑方係兩局勝出，所以係時代體育協會嘅陳權學勝出嘅，請出嚟。黑方同紅方運動員。我哋有請彭記燦超為我哋頒發我哋今次嘅獎杯，請兩位運動員等等。請除咗頭套可以影相啊！轉頭咧就請你哋係交翻。我哋請第四場嘅準備啦。請
請彭師傅請你準備獎杯，唔該晒。我哋而家係判黑方時代體育協會嘅陳權樂勝出。好，請頒獎嘉賓彭師傅，上面請留低嚇，請留步，請留步，請留步。係頒發冠軍杯，冠軍。請頒發優勝杯。望一望呢邊好嘛？大家對呢邊好嘛？對呢邊可以影到相啊！面對呢邊啦，好嘛？見下呢邊好啊？係。請我哋嘅優勝者準備，紅方。請運動員留步，請運動員留步一齊影相。係，請拍相啊！見下呢邊啦，唔該。係。請雙方運動員一同影相，合照。請雙方運動員一齊合照。一位鐘師傅，即刻請你幫手頒發第4場比賽嘅第4場。第4場嘅比賽而家開始啦！我哋有請台灣嘅黑方林志宇同香港嘅中國體術會陳浩軒運動員。請第5場嘅準備，第5場準備。面對面比例，面對面比例。第1場，第4場第1局開始。壓落去，壓落去。